總理溫家寶結束喺歐洲嘅訪問返國，佢喺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期間，有示威者用鞋掟向港台，中方對事件表示強烈不滿。文俊賢報導。總理溫家寶喺演講期間，突然有人吹起哨子，打斷佢嘅講話。他的鴻篇巨作。台下嘅示威者企起身大叫，話溫家寶講大話。保安人員最初勸佢坐低，但係示威者突然用鞋掟向台。老師們，隻鞋跌咗喺距離溫家寶大約1米嘅地方，保安人員即刻將示威者帶走。溫家寶停咗大約半分鐘之後繼續演講。這種卑鄙的伎倆阻擋不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。人類的進步，世界的和諧，是歷史的潮流，是任何力量阻擋不了的。保安人員之後執走隻鞋。警方話被捕嘅示威者係一個27歲嘅白人男子，會落案控告佢擾亂公眾秩序。校方對事件表示遺憾，而中國外交部對事件表示強烈不滿。發言人姜瑜話英方已經深表歉意，同埋承諾會對嗰個人依法處理。佢又話呢一種卑劣嘅行為不得人心，唔會阻擋中英友好關係嘅發展。亞洲電視記者文俊賢報道。